人际关系是一门艺术，也是每个人生活中必须面对的课题。在这片人情网中，我们既需要沟通与协作，也需要划定界限。过分亲近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而完全疏离又可能失去支持与温暖。本文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，探讨如何理性处理与邻居、亲戚、朋友等的关系，并以清晰的原则作为行动指南，让我们能更专注于提升自我和生活质量。一、邻居不做朋友的理由。一、界限的必要性。邻居与我们的生活空间密切相关，日常互动频繁，过于亲近可能会让界限模糊，进而带来许多潜在问题。例如，借东西不悬、无节制的打扰等情况屡见不鲜。试想，如果某位邻居成了朋友，他可能会轻易地敲响你家的门，只为解决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而这些小事却可能侵占你的私人时间，甚至影响你的心情。二、和睦的重要性。过分靠近往往让矛盾有机可乘。举个例子，一些邻居间的借贷纠纷或日常生活中的噪音问题，很容易从小问题演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保持一定距离，能让彼此以礼相待，进而维持长久的和睦。二、不要可怜任何人的背后逻辑。一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深意。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，但一味同情他人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。有时，所谓可怜之人的困境，往往源于他们自身的选择。例如，有些人因赌博负债累累，或因懒惰而失业，这些行为其实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。当我们因一时心软提供帮助，很可能助长他们的不良行为，反而让自己陷入麻烦。二、理性对待他人困境。帮助他人不是错，但要选择建设性的方式。例如，与其直接给予物质援助，不如帮助他们建立一套可行的计划，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。这样的帮助既避免了过多的依赖，也让对方在过程中学会成长。三、饭局文化中的禁忌不劝酒的艺术。一、尊重他人选择。劝酒是许多人在饭局中习以为常的行为，但这种热情未必能让人感到愉快。健康问题、宗教信仰，甚至是个人喜好，都可能是对方拒绝饮酒的原因。一味劝酒不仅是对他人选择的忽视，更可能让场面变得尴尬。二、避免责任纠缠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劝酒甚至可能带来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。如果对方因饮酒过量发生意外，劝酒者很可能被追责。因此，尊重彼此的界限才是成熟的社交行为。四、家里闲置房屋不要借亲戚。一、借住的代价。将闲置的房屋借给亲戚，初衷可能是出于善意，但实际情况往往会超出我们的预期。一些亲戚可能会在借住期间损坏房屋，甚至长时间占用不愿搬离，这些问题都可能让你进退两难。二、请来容易送走难。亲戚之间的感情使得感人这件事更加困难。如果对方以亲情为理由无限期拖延，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房主自己。与其事后苦恼，不如一开始就婉拒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五、替人做决定的风险。一、成与败的责任分配。替他人做决定看似热心，实际上可能会陷自己于不必要的风险中。当事情进展顺利时，他人未必会记得你的功劳，但一旦失败，你却很可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。二、尊重他人的自主权。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即使对方求助于你，也要明确告诉他，你只能提供建议，最终的决策权还是留给他自己。这样做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让对方学会承担责任。六、如何拉拢一个人。一、请帮忙与送礼的心理学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们对曾帮助过的人往往有更降的好感。因此，向一个人请求小忙，既不会对对方造成太大负担，也能让对方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。二、互惠原则的运用。在请求帮助后，适当的送上礼物表示感谢，能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互信。这种互惠行为让对方感到自己得到了回报，愿意长期保持良好的互动。七、与多年未联系朋友的互动策略。一、回复与不回复的界限。多年未联系的朋友突然发来消息，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有所求。
对于这类消息，我们应根据对方的意图和自己当前的处境来决定是否回复，而非出于礼貌就一一回应。2、关系维系的代价。与其耗费精力去处理无效的人际关系，不如将时间用于那些真正值得投资的关系上。毕竟，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资源，应该用在刀刃上。8、金钱与能力的关键作用。1、物质基础的重要性。金钱和能力是顺畅人际关系的基石。有了物质保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人们自然会对你刮目相看。缺乏这些基础，无论你如何努力维系关系，都可能事倍功半。2、如何提升自己？与其在关系中苦苦挣扎，不如把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。当你的实力足够时，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9、不要教育别人的孩子。1、教育的敏感性。教育别人的孩子很容易触碰对方的底线，即使你是出于好意，也可能被对方解读为对其家庭教育方式的否定，进而引发矛盾。2、避免矛盾的智慧。即使你看到问题，也应学会沈默。将教育责任留给孩子的父母，自己不越界才是成熟的选择。10、礼物背后的隐藏讯息。1、无事献殷勤的戒心。礼物往往并非单纯的物品，而是承载着某种期待或请求。接受了对方的礼物，就可能会承担某种人情债。2、拒绝的艺术。拒绝礼物并非冷漠，而是一种对双方的保护。学会以适当的方式婉拒，既不伤害对方的感情，也能避免欠下人情。结论：人际关系的处理是一门需要智慧和原则的学问。我们无需完全疏远他人，但也不应盲目亲近。在生活中，只有保持清晰的界限，专注于自身的成长，才能在复杂的人情网中游刃有余，过上真正轻松自由的生活。